行转爱走。米斯是爬行嘅建议，从后山爬过群山，留下油光光长弥漫影子。拍肉嘅肉，佢咩加出，本是培养了后生人嘅心意。细细落学爬登路，菠萝就当有客家数字文，佢哋慢爬，板上家当，风铃嘅法国蛇路诶。同路嘅南帶傳意，講客家話走創世界，用神秘思代表我哋俩細細度。洁白如雪的身体，跟一般印象中的黑色蝸牛完全不同，多了点高贵的感觉。它就是白玉蝸牛。日治时期，为了增加台湾人的蛋白质摄取量，1933年从新加坡引进非洲大蝸牛到台湾，而白玉蝸牛就是非洲大蝸牛的白化症，隐性基因白子与白子交配下成了白玉蝸牛品种，是法国餐点里的高档食材。这就是我的蝸牛点，这是养蝸牛的地方，因为现在是冬眠期嘛，大部分的蝸牛都冬眠了嘛，但是有一些少部分还是没睡嘛。像这个没有冬眠，因为今年是暖冬。菜叶呢？陈少奎，大家都叫他阿奎哥，当过立委助理，开过 pub。2014年，他暂停专职写企划案，没日没夜的工作，回到家乡花莲凤林养殖白玉蝸牛。那要转行的时候呢，我就去网络上搜寻去找说，这有什么东西产业是可以值得我做的，因为我不想再一直在写企划案，因为非常累。后来我发现，这个蝸牛是非常值得投入。台九线旁这块6分大的农地，可不是废耕的荒地，而是陈少奎辛苦营造的蝸牛农场。他在家乡花莲凤林租了10甲农田，营造田间养殖环境。只不过有时候蝸牛调皮不冬眠，会偷跑出来玩。这个沟渠放满了水，这就是基本上就是它的防潮。那蝸牛原则上不会过水，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不小心掉到水里的。然后掉到水里，如果飘到对岸，那就跑出来跑走了。然后有飘回去的就爬起来又回到田里去。有一些呢不幸飘不到岸边，然后时间太久了，还是淹死，还是会有多少会有淹死的。台湾每年从国外进口260万吨的罐头蝸牛，却没有全年稳定、新鲜供应的厂商，这让陈少奎嗅到了商机。他开始着手研究养蝸牛的知识，透过网络自学，租下废弃猪舍，仿造欧洲蝸牛的养殖环境，自己规划改建，盖了一间蝸牛温室。然后我就开始试着冬天养殖。我第1年用4坪去跟人家借了一个朋友废弃的就不要的老房子，然后4坪里面养，OK 啊，都是冬天它可以活得好好的啊。那这就是我之前租的哈，然后当温室养殖的场所。这里头全部300多万。做了什么样子的设备？温控的，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温控的，这个金属的大筒子，你看它。这个。这个有3座，然后这个是温度控制的，那就是加热，再来就是养殖，还有我整间都有包括保丽龙。蝸牛的话，基本上就是高温高湿嘛，基本上大概理想温度是28嘛，所以我这边呢就是不管再怎么冷，我最少都保持在25度以上，然后湿度呢大概都是维持在90左右，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蝸牛不太需要光线，它大概只需要5%的散射光就好。那时候在繁殖嘛，所以包括种螺很大只嘛，然后也有幼螺嘛，幼螺是小只的，那幼螺我们要移出去田里放养。如果这一个空间如果说以成螺大的话，这个空间大概可以养30万只全部。
那但是幼螺就会很多啦，因为这一座就6万只了，就可以养6万只。我就看我冬天能不能养。当我饲养2年之后，我就决定说 OK 没问题，我可以全年供应。然后我就开始投入真正生产。我养了2年多之后，才开始尝试着销售。这个都是我自己开发的。这里头是热水，然后热水，就利用热水，然后热交换，把热量储存在水里头，然后它热量慢慢释放出来，然后这样整栋加温。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找温室公司，问他们说，那你加温的方式，然后他们都是做气热的，然后气热一般他们都烧油，啊，基本上这样子的话，温度可以控制得很好。可是问题是，他说第一个你要准备2套，因为万一这一套故障，温度立刻掉下来，2个小时就掉下来了。然后整个成本大概我这样估算下来，最少大概花140万，这个200坪才把它达到稳定恒温。那可是我用这种方式的话，其实成本低。后来就我有拆下来看啊，这有很多都差不多快烂了啊。然后差不多去年的这个时候，那我们这个后面呢有2根2段，这待会就可以过去可以看到。然后正很冷的时候，那2段了。然后我这里边的蝸牛呢，大概13万只就死了超过10万只，因为很冷的时候，突然间整个温度没有办法保持啊，就温度降下来。娇贵的白玉蝸牛对温度敏感，需要花大钱保温保湿，但往往不敌一夕之间的温差变化，就会损失惨重。现在整间200坪大的温室只剩下上万的空蝸牛壳，和当初陈少奎绞尽脑汁设计的养殖层架。第一个工作量很大，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成本很高啊。第二个呢，就是影响到它的健康，因为这是细菌繁殖的温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你不小心让它滋生了一些比较有害的细菌，譬如说像结核菌，那结核菌对蝸牛就是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伤害。那而且结核菌本身会传染。因为蝸牛属于热带物种，每年12月到隔年的3、4月是它们的冬眠期，这时候娇贵的蝸牛就会被迁移到室内过冬，而要找一个适合的环境并不容易。我们现在闻到的那个味道是这个味道就是那个蝸牛还是有多少会有死亡嘛，然后而且这一次因为临时的搬迁啊，又震动啊，然后这边的环境又没有那么适当。你看这个就是冬眠中的蝸牛，它就会制造出这一个膜眼啊。膜眼的功能呢，就是第一个阻隔一些小动物会侵犯它，或虫会去吃它的肉。然后另外呢，这个膜眼本身呢有透气性，还是需要空气啊。那它就是靠这个膜眼保护它自己，而且可以透气那样。你这样就可以看得到有很2天3天就要清那个它住的呢，没有清脏了，它蝸牛会死啊。拿下养田里比较方便。对，养田里那便屙下去，它就做肥啊，也不会臭，也不会什么啊。你在屋子里面没有清就会臭嘞。陈少奎重新规划养殖环境、温室育种，再把小蝸牛迁移田间放养，强加管理田间环境，成本低又增加产量。突出缸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它孵化率、繁殖的孵化率，因为那个它生蛋的时候，原则上它是会以钻到土里生为原则，但是并不一定每一次都会钻到土里生，有时候会生在土表。那生在土表的吹风干了，太干，它就会孵不出来。但这个粗糠因为它很容易随便就钻进去了，然后钻到泥土跟粗糠之间，整片铺过之后呢，整个孵化率会提高很多，会提高，一般可以提高大概2到3倍孵化率。在自然环境下，一只蝸牛可以产下150到200颗的卵，孵化率大约只有6%。陈少奎透过环境营造，增加育种产量到20%。
好，你厉害哈！我一种番薯沙哈，你种盆这咯哈，长一点，里面二些那种。另外，它种植匍匐性植物，让田里的瓜牛有地方遮蔽、躲藏，不会被鸟袭击，同时也可以作为瓜牛的食物。有人会问啊，你种那个要做什么呢？因为它的种的方式跟一般传统的不一样嘛，所以说会问嘛。我说那个是要养蜗牛，要给蜗牛吃，还有它保护它的生存环境，种落去了后啊，伊都会清洁开细细啦，唔会讲你种一条一条哈，我照顾的是一个依难照顾啦，其实你看全部唔是照顾啊，我像你种番薯沙边人哈，种番薯的人伊今天照顾佢哈，照顾你就有菜熟，买条冇菜熟的啊，所以不想要细细，咁做好咧，所以种法都老起来都冇听讲，拄可惜的人。拄开始休息了，是这啦，种那番薯沙吧，过路的人家全部种下，全部种田人啊。叫他讲，你种干嘛个东西，干嘛咁看得起嘛？来讲，俺还休息了，俺没种番薯。养这个白玉蜗牛哦，我听了我都还没有听过，之前不是说大家都不知道哦。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听到你会不会担心？多少会有一点呐。这个事情他从来没有听过的，是不是？你信第一个是自己他自己的兴趣了啊，有这个兴趣，但是有没有信心啊？而且你有没有这个技术方面哦？有没有摸清楚以后这个通路啦，什么东西是不是有你的初衷的想象的？那么顺遂哦，那也是不一定啊，当然会担心啊。瓜牛不会喝水，蔬菜只是它水分的来源。要让白玉瓜牛能够长得头好壮壮、肥肥胖胖，陈少奎还得帮他们特别调制营养品。豆渣主要是蛋白质嘛，蛋白质主要是长肉的来源嘛。米糠呢，就是有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微量元素，然后各种维生素，它需要成长的一些必需的养分，然后还有比较部分的淀粉啊，然后再来可可粉呢，就主要就是给它长壳，因为它不长壳就不会长肉了啦，就长不大了，所以它还是需要蛮大量可可粉，所以这主要3种调配起来呢，是它最主要的2系。陈少奎家2甲多的地，全都交给他养瓜牛，又另外在凤林租了10甲地，以1平方公尺养60只瓜牛计算，10甲地可以养600万只瓜牛，经济前景看好。我们昨天在我们家旁边拍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繁殖区，那边就是种螺生小孩，然后等到它小瓜牛大概1个半月的时候，我们就要移出来到肥育区去，然后这个地呢，就是我们就租来要养瓜牛的肥育区。在田间放养呢，因为你第一个你省掉清洁的工作，第二个你喂食很方便，你只要开着那个蹦蹦子哈，这样子开始过去，饲料就成分一直漏下去，这样就好了，很快。那这一块4.5公顷4甲半的地呢，这一片喂完只有2个小时而已。当时原来就是我写气候案嘛，反正在哪都没有关系。再来呢，因为我爸妈年纪大了，然后当时我哥哥姐姐我哥在大陆，我姐姐都在西部，那我不回来陪他们，大概没有人可以回来陪他们了。年纪大，虽然他们现在都还很健康，甚至还比我还会做，可是问题已经都80几了，那所以我想说，那这样子的话，回来就是一方面有一个事业可以做，然后另一方面可以陪着老人家那样。自己的家乡嘛，然后我也是土生土长，我爸也是土生土长啊，这边有关系啊，然后你要找地什么的都方便啊。只是刚开始回来的时候讲说要养瓜牛，很多人都不肯租给你，不肯租给我，他们觉得瓜牛是害虫。农民眼中的害虫，对陈少奎来说却是宝贝。因为白玉瓜牛肉质肥嫩，营养价值高，含有多种氨基酸，与一般黑肉瓜牛不同，几乎是人工养殖，更因为少了黑色素，没有瓜牛特殊的腥味。在取肉之前，就是先肠道净空，
断食断水，5天到7天之间，然后让它的那个肠胃里头的所有的脏东西都排出来，所有的东西都排除掉之后呢，我们再取用。吃起来它就是会比较干净，然后口感比较好，尤其是进水，它口感会比较好，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异味。倒进去，标准时间是180秒了。不会，就这样子就可以把那肉捞出来。整个捞出来之后，把这个内脏这一部分拔掉，肉。那所以呢，我们在醋下去清洗之后，它的表皮细胞体内的那个蛋白质黏液部分呢会凝结，那个时候你再去用清水冲洗的时候，它的黏液体内黏液就不会再流出来。法国人一年要吃掉6万吨的瓜牛，因为白玉瓜牛的口感像鲍鱼，还被封为是世界4大名菜之首，售价是一般黑瓜牛的9倍。他兴趣就好啊，年轻人不会做坏就是好事啦。而且可以留在身边哈。嘿呀，他又住在我们家里呀，那就很好啊。自己这边吃的时候，朋友来吃的时候，比较常的是炒跟炸这两种。对吧？不会做的像那个法式料理那么精细。不会，那个挺麻烦的啦。在台湾，法式餐饮是小众市场，但陈少奎看到了潜在客户，也看到了瓜牛慢经济的价值。是不是啊？行進危重。咪是係爬行嘅建議，從後山爬過群山，留下油公公長尾蚊見之。拍肉嘅肉，見咩加出，本是培養了後生人嘅心意。細細落學把定活。菠蘿就當有客家數字文，記到慢爬，板上家當，風鈴嘅法國細路誒，銅鑼嘅藍帶廚兒，講客家話走創世嘅，用心秘思代表愛到了細細度。一般可能國外的很多是利用像英國、法國，他們做了很多的花茶。然後去做甜點，像伯爵茶那些西單紅茶。但是我覺得客家人的東方美人茶有獨特的風味，我就想說把它融入法式的技法，在地的食材去做一個這個東方美人茶慕斯這樣。紫蘇雞卷，我們先把這個雞肉處理好，然後用迷迭香，這個還有百里香、鹽巴、蒜頭先去醃好了，跟豆腐乳去醃好了之後，我們把它捲起來。底下中間就是放這個紫蘇，像客家的這個豆腐乳，是我們在地媽媽的味道醃製的東西，把它融入這個我們主菜當中，去把它做成一個醬料的調味，然後搭配我們客家的金桔醬，對。巧妙运用客家庄当地当令的食材，双手不停地准备着餐点。他是法式主厨克拉克，本名林昌盛。2011年，他离开待了20多年的广播工作，展开自己的斜杠人生，远赴法国蓝带厨艺学院，投资上百万的学费，花了2年的时间学法式料理。今天我做了一个是洛林咸派。传统的是在德国跟法国交界洛林产区那个地方的洛林咸派，我用培根跟蘑菇去炒了。但是今天我把这个洛林咸派
一样的东西，但是我加上了福菜，好，用福菜去炒了，它不用蘑菇去炒了，做出我们的客家风味的这个咸派，福菜这个培根咸派。不管是客家的小炒，还是客家的四方风东坡肉，我觉得它可能在地的食材，只有在这个地方有客家的酸菜、副菜、福菜、梅干菜，客家人有在地的一些比较独特的一些食材，还有料理的方式。小时候记忆的客家菜，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客家小炒。你来苗栗的客家庄吃客家小炒，10家有10家不一样，有点像跟鱿鱼，然后就是葱，就只用你不加豆干。客家菜是在记忆当中，就是妈妈的味道。你走了世界再远，你会怀念那个味道。客家庄独有的妈妈味，让克拉克始终思念。学成归国后，他又花了2年的时间找地设计。2016年，在铜锣开了一家融入客家元素的法式餐厅。这个是迷迭香 （rosemary）， 然后像这个的话，那个百里香，我们也都用得到，就是我们就会捡一些每天早上要用到的新鲜的柠檬香蜂。这个的话，我们刷了蛋白，然后还有就是一点点糖，它就可以做脆片。对，还有像这个，我们做瓜牛的时候就要用到这个那个 parsley， 对，连它的梗。对，因为我家就在公馆，所以我想说在周边附近找有田园的地方，然后开一间很有温度、很温馨的小餐馆。就是说，客人来吃饭之余，除了品尝法式料理之外，外面还有一个小庭院。一方面是慢食慢活，是我希望推广的一个生活态度。像我们做鱼肉的时候，这个的话，那个鸟不踏饭这个刺葱，我们也都这个风味非常的独特。一般的法餐会有刺葱吗？没有。老师跟我们讲说，有很多甚至东方的很独特的一些香料，像之前老师在法国也曾经用到米寿味噌来入菜，他对这个味道他觉得是很独特。但是做成非常法式的，就是那种料理方式。另外，台湾的葱是很大的，但是这个叫虾夷葱，虾夷葱就跟一样像虾米一样非常细。虾夷葱这个葱也都是我们在做牛排的时候，我们会撒在汤啦，还有这个牛排上面。不必拘泥于传统法餐的食材使用。克拉克主厨在蓝带厨艺学院所学到的概念是善用在地食材香料，以法式技法呈现，这就是克拉克带回苗栗家乡的法式料理。今天因为刚好有那个民视的那个航传矮装这个节目，他来录影，今天你们3个包场，慢慢做，走进占地900多坪的庭院，让人感觉很放松。小花园、树屋、巴黎铁塔，让人有置身欧洲的浪漫风情，也让这里有苗栗小巴黎的称号。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巴黎铁塔的意象来到这边，为什么会有巴黎铁塔？那这间就是法式料理另外的话，它除了一个平台之外，草皮。在法国的话，只要有草皮，就有人在躺，就有人在晒太阳，我觉得是很悠闲的。克拉克的法式美食餐厅隐身在苗栗铜锣的田园中央，以法国西南部小镇为名，营造悠闲的氛围。餐厅的大门很跳动，反而有中式建筑的味道。走进餐厅内，轻柔悠扬的古典乐，空间十分宽敞，光线明亮。大片窗户就像是画框，不需要梵谷、高跟、雷诺瓦，窗外就是大自然景象，随着时间、季节交替更迭的画布。请问今天主餐是吃什么？一口小点里面有3道，一个是我们改良了洛林咸派，就是用客家风味的福菜去做成客家风味的这个福菜的咸派，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客家的牛问水。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红酒炖羊饼。那个牛问水好了吗？
姜汁在冬天的时候，它可以活络我们的身体。传统跟创新之间，我只是想说，在法国学了法式的技法，能够把客家的元素，甚至在地的食材，把它呈现出来，这就是新的法式料理。即使再简单的食材，我觉得你能够把它发挥到极致的话，我觉得它就会成为一道经典这样。一顿流畅完美的法式料理，是内场主厨与外场服务人员默契的考验，也是一门配合的艺术。可能一口可能要2分钟，前菜可能要5分钟，那汤品可能要5分钟，那主菜可能要15分钟。那等于是说，他不可能他盘子收完了才再叫菜，那每一道菜客人就会在等待。外场是主厨的眼睛，必须姿态优雅，精准掌握客人用餐时间与主厨出餐的速度。这边为你上的是洋葱香草鸡蛋布丁。妹妹帮我上菜，谢谢。而内场主厨上菜过程紧凑却不慌乱，克拉克有节奏组装摆盘，注意所有细节，快速上菜，完全展现法国蓝带主厨的功力。外场它是整个我们餐厅掌握出餐节奏的一个灵魂，他可能要很懂得察言观色，这一组客人他吃餐用餐的这个速度。然后我们厨房需要准备的时间，好，然后他收餐盘、放餐具的时间，他都拿捏到，就是无缝接轨，让客人觉得很舒服。第一个，既不等太久，然后也不要就是说太紧凑，让客人吃饭有压迫感。苗栗公馆石围墙地区特有的红枣这个布丁，另外的话前菜是瓜牛。好，另外的话，这个前菜有我们当地这个槟榔心芋头，充满芋香，然后搭配法式的嫩煎干贝去做一道呈现，这样。把在地食材运用到法式时尚料理当中，创造一种顾客与台湾土地的连结，是克拉克主厨经营餐厅的坚持。帅哥美女，今天餐点还行吗？好 ，OK， 吃得很饱，现在不会饿着啊，慢慢吃，慢食慢活这样，谢谢。OK， 呀，是怎么样知道我们家餐厅？没有，其实是之前好像总统来苗栗。对，4年前了。4年前。对，就很好奇，然后我们就想说，苗栗竟然有那种法国餐厅，就上网搜寻，现在网络很方便嘛，上网搜寻，普罗瑜伽，一直很想来，但是没有机会。客人口味千百种，而要客人能不断的回流，餐点就要有变化。克拉克得不断的研究当地食材，在传统法式料理与改良客家料理之间找到巧妙的平衡。勃艮第红酒炖牛，它就是非常道地传统的一道法式料理。我不需要去改任何的 recipe 食材，我只要照原来的食材，然后基本的配方怎么样去料理。客人来到这边也可以吃到非常道地的青酱瓜牛、勃艮第红酒炖牛肉。每一季有每一季的食材的时候，我也会花一些的巧思。当然不可能所有的蔬菜食材都是来自法国，但是融合在地的食材，法式技法，这就是新的法式料理。嗨，总干事 ，OK， 开始。越来越多东西了呢，五花八门。今天想买什么？这个公馆的红枣，这个品质最好啦。每一年像我们现在这个一口这个开胃菜的话，就是现在做红枣布丁。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梅干菜。对，梅干菜像我们做了那个梅干扣肉，食材我们可以用到。还有新鲜的芋头哇，很漂亮呢。这个是槟榔心芋头，对不对？对。这我们公馆的特色，你看非常饱满。是我们主厨的餐厅用餐的时候，食材的处理的细致度完全不一样。其实慢慢的，年轻人可能追求比较西式，然后比较精致。如果离家久一点的人，还是会怀念这种乡土乡愁这种食材，这种呈现方式，就是一种妈妈的味道。这个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并行的啦。而克拉克经营法式餐厅，
还有一个坚持，就是采全面预约制。我预约的概念是说，今天预约多少客人，我们准备多少份。第一个减少食材浪费，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希望保证提供给客人是最新鲜、当天完成的，享受一份美味跟一份幸福。我想推广的就是一种生活慢食慢活的生活态度。只接受预约的法式餐厅，今天来了一位很特别的客人。你好，他是主厨，然后就是我们养白玉瓜牛。有，昨天有收到了。对。花莲瓜牛农阿奎哥送来白玉瓜牛给克拉克主厨尝试料理。佢也仲喺嚟咯，嗬，人哋就睇到條款級啦、審級啦，嗬。也俗氣叫嘅。也少個，一般差唔多30半年到40年。不過我哋定個槍唔嚴啦，槍左邊拿給，就是通常拿來推扁它，水槍嘅那個水再泡一下，睇嚟以後嚟。替嚟煮紅蔥頭，或者煮酸甜。一般的話就是用白蘭地，然後紅酒下去煨。它的話，我是加了一點點的白酒，它比較清香。法餐慢慢吃，瓜牛慢慢爬。從慢生活當中，瓜牛達人陳少奎、法餐主廚克拉克體悟出凡事不必求快的人生哲學，創造出客莊的慢經濟。